好，歡迎大家咧又嚟收睇我哋見乜講乜啊！我係黃成智、黃劍基。咁咧就上一次咧，我哋就講咗咧太古城嗰個嘅社工媽媽跌咗落街啦，跟住咧個女就忍受唔住呢種嘅衝擊啦，咁就係跳咗落去，咁令到咧就社會有好多嘅討論。咁其中呢個媽媽咧本身係社會處嘅社工，我哋唔去討論嗰個個案，我只係討論一個現象。有啲人話我覺得喂，點解專業社會工作者能醫不自醫啊？咁嘅情況，你自己本身做得社工，你有專業知識，你有一啲嘅專業嘅能力，或者甚至你係基本上你會掌握好多唔同嘅類似嘅個案，你都曾經面對過。咁點解到最後尾都係解決唔到咧？咁樣嚇，咁呢個可能其實對於社工呢個專業嚟講咧，係唔係都會有一啲嘅影響咧？咁樣嚇，我自己本身係過去都做過社工，我亦都做過心理輔導員。我依家其實咧，我都係因為過去做議會啦、做社工啦、做一啲輔導啦。我依家有好多家長都定期都揾我，佢哋咧話佢哋嘅子女有問題啊、學業啊，或者咧大家喺嗰個關係上好唔和諧啊，或者家長咧有好多壓力啊，唔知點解決個子女嘅問題，都有揾我傾嘅。我差唔多一個禮拜咧，我都見到2-3個 case 嘅。咁但係喺見嘅過程當中咧，我固然係細心聽佢哋講嘢，但係咧我亦都感受到其實佢哋有好多嘅問題咧係來自佢哋自己本身嘅壓力。並不是咧佢哋睇到個問題，個問題嘅真實性。個問題真實性其實唔重要，而係呢兩個嘅案情裏邊嘅人咧點睇嗰件事，而令到佢本身產生嗰種嘅情緒，產生嗰種嘅思想，而因而咧去採取一啲佢哋以為係可以有機會解決到問題嘅方法咧，而係去作出一個決定嘅。咁有啲去到最後尾覺得，我解決唔到啊，我真係冇辦法面對啦，於是咧採取放棄自己嘅生命啦。呢個根本上唔係一個正常嘅做法。而呢種做法咧，喺上一集我都講過嘅，大部分都係病態。而病態唔係話呢個人衰，唔係咩，佢本身病咗。任何人病咗都會出現一啲係問題噶嘛，係嘛？咁但係我哋如果知道病嘅，我哋知道呢個病喺邊度嘅，病源喺邊度嘅，於是我哋去揾專業人士去解決，其實解決得到嘅。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咧用一種過激嘅手法啊，或者係逃避嘅手法，真真正正去面對咧，我相信係解決到問題嘅。同埋專業人士本身咧係一個係專業嘅知識啦。咁但係嗰個專業知識，當你係去處理其他人嘅案件個案嘅時候咧，你係抽身嘅、客觀嘅。你可能係全面地咧，係睇到嗰個情況，而於是咧，你針對個情況咧出現咩問題咧，你係對症下藥。但係當嗰個問題出現咧，自己身上面咧，專業人士都係人嚟嘅，包括專業嘅社工都係人嚟嘅，甚至係醫生都係醫生本身都係人嚟嘅，即係叫醫人。咁有時好多時我哋中國有句説話，能醫不自醫啊。但係當你自己係入咗嗰個自己嘅問題嘅時候咧，你會多咗好多啲情緒啊，或者當個問題出現嘅時候，譬如無論係家庭嘅成員啊，或者係子女，當佢有啲某問題出現，你係好緊張嗰樣嘢嘅時候咧，你自然嗰個情緒就會抌咗落嗰度。於是你就會睇漏咗啲嘢，睇少咗啲嘢，又或者仲嗰樣嘢擴大咗，而變成你嗰個針對個公告回應啊，自己嘅回應同我處理另外一個人嘅事件，同一樣事件，就兩回事嚟啦，唔同啦。咁所以呢個咧，其實咧，我哋都睇到喺個社會上咧，都係有好多專業人士咧面對好大嘅壓力。其實啦，OK，我哋都收到好多公務員嗱，我唔係想針對政府啊，而係話咧，我哋真係知道好多公務員喺現今嗰個嘅社會嘅壓力之下咧，佢哋要面對市民，又面對佢嘅上司，又面對一啲政治大局嘅環境。其實好多公務員今天嗰個工作嗰個嘅能力咧，係仍然保持住一個好優質嘅個表現，但係佢哋所面對嗰個嘅工作嘅種類係多咗。面對嗰個工作嗰個壓力係更加大，同埋面對咧佢哋向上司嗰個交代嗰個嘅需要咧，亦都係非常之嚴厲。咁所以咧，我哋睇到近排咧有不少咧啲專業人士啊，或者係啲公務員咧，譬如我哋又聽過喺警隊裏邊有啲人自己開槍打死自己啦，係嘛？咁最近呢個社工佢又面對一啲嘅壓力啦，或者有啲個律師咧就話喺屋企裏邊捱唔住啊，燒炭啦，甚至唔好話公務員啊，有啲有錢嘅哇曾經幾百億嘅好風光嘅一啲嘅企業家，居然可以跳樓啊，可以咧就自殺啊！我心諗。喂，其實
任何問題最重要保持自己個生命存在嘅話咧，基本上我相信有好多嘢咧，你根本上都唔需要太過介懷啊。人有生命嘅話咧，其實喺前邊嗰條路咧，仲係非常之寬敞，同埋咧係好多方法咧可以去生活嘅，唔係一定要某種生活先至叫做生活嘅。咁所以我哋依家睇翻咧，依家我哋希望政府咧，第一真真正正做一啲全面嘅調查，或者咧一種嘅關懷，唔該睇睇我哋呢一現時咧，我哋唔同部門嘅公務員嗰個工作壓力嘅情況，做一啲分析。同埋咧，係做一啲嘅支援嘅處理，係嚇咁嗰啲嘅工作，可能如果譬如你交俾社會福利署去做，我就可能有啲尷尬嘅。其實我覺得部門自己應該可以成立一個咧係員工關懷部，咁咧就等到即係每一個部門有啲嘅員工出現咗一啲嘅壓力嘅時候咧，就可以揾啲員工關懷部咧去處理。嗱，其實我知道都有嘅嚇。即係又唔係冇嘅，譬如我哋喺警隊係有臨床心理學家嘅，廉政公署都有一啲即係心理學家咧，係幫一啲即係面對前面壓力嘅一啲嘅員工咧去做舒緩嘅。其他部門有冇咧？如果其他部門都係要揾社會福利署嘅話，咁社會福利署自己本身嗰啲員工就要揾人去支援啦，因為太大壓力啦。好啦，另外啲專業人士其實都係，因為我哋自己專業有個專業嘅尊嚴啊，或者係有一個我曾經風光過啊，我依家曾經咧喺好威過，依家咧我出現咗問題嘅時候咧，我哋就好介意去揾人幫手啦。其實唔好，千祈唔好。我話俾你聽，喂，小弟面對嘅壓力呢個少啊，我同阿基，我哋做議會好，做社會工作好或者做呢啲即係關懷人嘅工作好，其實咧我話俾大家聽，我哋壓力唔低㗎。喺個社會上咧，就算我哋做議員好咧，係一半人中意我哋，一半人係唔中意我哋噶，甚至係敵對嚟噶。咁嘅情況之下，咁我哋點面對咧？我哋好簡單啫嘛。我哋認為我自己做得啱，我認為我自己做得到，於是我哋就去盡力去做。我哋唔會從一個負面嘅角度咧去諗，同埋咧係用一種暴力或者一種咧係用一種激進嘅手法咧嚟去處理我依家嗰種嘅情緒或者一啲嘅唔開心嘅嘢。咁咧慢慢到最後尾，我睇翻咧，以前鬧我啲人，咪有去鬧都唔緊要啦，係嘛？但對我完全冇影響嘅。以前支持我啲人，我仍然係對佢哋係一種嘅，即係大家有個好嘅感情，大家互相交流。我淨係睇呢方面嘅工作嘅話咧，其實我已經係即係覺得不枉此生亦都係好開心。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希望我哋啲專業人士啦、公務員嘅朋友咧，喺面對依家香港嗰個環境當中咧，真係要自己去立定佢自己本身嗰個嘅能力，跟住咧，從而咧係真係冷靜地去面對佢哋所面對嘅問題。咁我相信香港一定會慢慢更好。但係今天面對任何問題嘅話咧，大家要冷靜對待。不過今天個狀況係一個變化中嘅狀況，係可能我覺得即係公務員以前可能面對過，因為公務員咧呢幾十年嚟，特別係我哋香港呢度都係強調我哋香港公務員嗰個行政工作係好出色噶嘛，甚至世界即係數一數二嘅。咁但係以往嚟講咧，公務員就係好強調咧就係嗰個程序，咁程序公義有講呢樣嘢啦。咁所以變咗咧，我跟足個程序做咧，我就可以達到我嘅所謂工作目的或者工作成果，或者甚至得到上司嘅讚賞啊。咁但係而家咧就係唔單止要講程序，仲要講個成效仲要講嗰個咩要有為政府，即係話你坐喺度咧，你唔好淨係做書寫，咁你淨係做書寫，你要諗下你書寫之外仲有啲其他嘅嘢，你做政策，呢個政策你執行中，呢個政策已經定咗啦，咁10年20年都係，咁你要睇下呢個政策仲可以發展咧，仲可以發揮其他嘅可能性咧，或者係再做多幾樣嘢咧，咁呢啲有為政府咧係成為而家可能公務員裏邊話我做又要超出我而家嗰個思維，我唔做咧。大劑即係好似冇課交，同埋有 KPI 啊嘛。咁我變咗要被逼要諗啲嘢，咩日繽紛、夜繽紛、嘢繽紛，但係以前嗰啲繽紛都唔知點樣繽紛，你淨係睇過嘅，即係廟街女人街。咁我點樣再搞多條廟街女人街出嚟咧？咁我於是咪而家出咗嗰啲咩整個攤檔咧咁。咁有官嚟巡嗰時咧，就有人嚟，多啲人嚟啊。冇官嚟巡就卒之唔夠2-3個月執咗佢，變咗呢個成為一個係。可能係公務員嘅一個，即係我唔知無形定有形嘅一個壓力。咁同埋咧，就係依家都出現咗一個現象咧，就係我哋睇到啲嘢咧唔妥當，我哋睇到啲嘢唔公平，我哋或者睇到一啲問題咧，好似歸咎到政府高層咧，可能喺個決策上咧係唔夠精明咁樣，唔敢出聲。
因為你而家有啲感覺咧，你出一啲聲，你對於上層政府裏邊一啲嘅批評咧，你好容易就踏入咗去某一個嘅即係被攻擊嘅環節裏邊啦。可能話你唔愛國啊，唔愛香港啊，話危害國家安全啊。最簡單就係軟對抗。係啦，咁我唔喐，我就靜靜地，我乜鬼都唔講。喂，大佬，你點解唔講啊？你又軟對抗咯，即係呢種咁嘅無形壓力。嗱，我唔係話政府依家都係咁樣壓落嚟啊，但係個問題點解會出現咗每一個人喺呢個角度裏邊都好似覺得我無論做乜我都會面對呢種咁嘅壓力嚇。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我覺得喺我哋市民當中，我哋自己大家要去即係冷靜落嚟嚇。第一，但係最重要嘅唔係市民啊，最重要係政府高層。政府高層喺成個香港嘅氛圍裏邊咧，可唔可以真係令到大家所面對嗰啲嘅無形壓力咧，能夠可以咧係舒緩到咧？嗱，究竟點做？我諗大家俾啲意見啊。咁嗱，我相信咧，政府聽到我哋嘅意見嘅話咧，佢哋自己要思考點解依家咁多人乜嘢都冇做，但係咧個壓力又係咁大嘅。有做嘢嘅壓力又大，冇做嘢壓力又係大。成個香港社會究竟發生咩事咧？係嘛？咁令到家長對子女嗰個教育又有壓力大，子女對家長嘅期望又有壓力。老闆對員工又覺得員工唔做嘢，軟對抗又有壓力。個員工咧又覺得老闆又做嘢咧無理要求啊，或者你又唔關心，又有壓力。如果咁，我成個社會咁嘅情況咧，就真係你有壓力，我有壓力嚇，我哋大家嘅壓力都解決唔到嘅話咧，其實香港係面對嘅問題咧係會更加即係嚴謹㗎啦。咁所以我希望即係睇下大家點樣能夠喺呢方面裏邊咧，尤其是政府嚇，即係諗多啲方法出嚟，令到個社會更加嘅溫馨啦、和諧啦，同埋咧真係大家內心裏邊咧係即係更加舒緩啊。如果唔係嘅話咧，我相信就算香港經濟發展得好嘅話咧，其實都未必係人人咧係得到安居嘅。嗱，好啦，咁咧就由今日同大家講到呢度啦，好嘛？咁咧就下一次我哋又再睇下啲乜嘢咧係值得我哋去討論嘅。咁啊，今日到此為止啊，再見。